位来宾，各位听众，今朝这个一场呢，是台市名家徐云芝传统流派艺术33个专场。徐云芝老先生为了平台事业，贡献了你毕生的精力，热血弹唱演，四人一派。特别是你唱这个流派唱腔系列，更是风靡江南。那今朝5只节目呢，侪是上片台视33个精彩线头。除了专业演唱的节目，就是33。所以今朝这个一场演出呢，是对徐云芝老先生最后的纪念。对听众来讲呢，旧梦重温是一次艺术享受。看，我不多讲着，要拿宝贵的时间留给那听众欣赏节目。第一只节目是最最与苏州市平台团的沈中华、尚先云演唱。豪门才子大不好啊！让苏州后区赛观音殿了，打着无锡龙亭镇河乡府里向老太太身边的屋头啊，叫翠香，介绍翠香可见当人的，对这样一对。两人一起，对里微微一笑，哎，哈哈，美人与我一笑旅行，当然开心啊！像翠香对我多心嘞，倒是翠香现在。跟着老太太我投入一回走无锡龙亭镇，当不好也急的了，让我台边上上衣裳一撩，再吹响多少手，不晓得今朝是什么风呀？这只手开得来得个快，悠悠叫只听见一旁楼声，呜呜呜呜，爸爸。为什么今这夜吹
吹笙，风下大草，东风不雨，吹来碧菊在东风分我龙。来听啊，当你商量商量。可能给吹住了风，吊住了风，将手送到家中。那么手送到我屋里面的喊你，我是喊雨吹不了下。我还去板头吹响子，衣裳撩一撩起，他是撩衣，大步西北追，追过来嘛，哎呀，做啥呢？那些西北路不通，说是。这口气前面各开一条气哟！当然在那背呢，那不能得吹下把对子问，在后面落下一口嘛。嘿，后当中遇着小手了嘿，但不是这个，我关着个他小手跟那头手的背吧。对，所以这个喉咙了嘿，啊，守家公来，守家公来呀！隔壁后当中啊，定下一只八头人，今朝这个生意嘛请不过，听见有人了喊，哎呦，我生意来着，那是你呀打稿子，还是八头叫？是呀。哦，来来起来嘛，慢腾腾，哦，那是个美的叫。手脚快些呀，过来呀！我比外头生意叫快点吧，现在在确实，刚才这时也得慢腾腾过来呀。现在有的快了，这张手头过来嘛，手头要双到崩后浪下去了。等忙着手头浪下一撇，开始。半个就说了，临时我就喊我开始啊，你不是明白喊我开单说哪？我去讲。哎呀，我就反胃了，我心特绝，忘记特着我。啊，书家，对，你空人开机，随便一出大嘴。哟，这故事啊！是啊，是的呀。你与我最给这大嘴呀！哦，写得在，干嘛朋友啊？终于到你刚刚高的关，多少手臂呀？他的计划叫。平常八头啊，只有3个洞的，今朝投入顺风草个蹦起火快得来，嘿，我太多的，靠一个一人在松人竖起来嘛，70个洞的，你不敢讲呀？比我们的太一人，你差，为5吨不我要，为高5分1斤米光叫，想么不想？切一只嘴头，嘿嘿，玩呀，这个么子哇？莫非1两分银？1两银子，我比你贵呀，不贵。当然外地少说不举于大理的呀，搿只动手带路当我也不晓得。动手也1日，小手跟1日；动手也10日嘛，小手跟10日；动手也1年嘛，小手也跟1年得了。这个意思嘛是不举着哇？手老娘弄出的呀，1两银子啊，呵呵，1两银子跑个都是我出山出去地走来，大家在弄走呀。这半月来回个。真的。哎，我晓得我在手头上来着，那个打土粉饼了，杆子了随便呀，你随便弄样，我老想点一点，当心啊，别在楼底下去。对的。来，土粉挪到水里吃个饼，忙着我老想腾一点。哦哟，那是灵个噻，哈哈哈。
现在我身上一只海山鱼。手里落下一走，两个眼睛冰了都收了老口，口子一闭，眼睛在收着。这个，两个人毛毛红米落下个风筝吧，对。不懂的，手家，我乃是本你姓什么啊？姓啥么姓啥，大少吃口那种的。你们十骨头了吃口了，你自个不懂的，姓什么啊？我姓啥？我在讲对不对？听听了，我姓么姓窦，对面一个周，八地市，叫窦周窦四姑。哦，这个名字也大着。哦，不瞒的是，我为个丫来。什么丫哇？再来讲啊，那边可不去给这小子啊？哦，我给这小子啥子出些个风流的？就你知道了，谁当我们的箱子夹的嘞？在下龙州衙门多么豆肉不肉，孩子一个种小肉，对死汤子不想吃皮肉。就你知道那有几个衙门不？那不算人的。哪几位呀？一个嘛是了肥皂人。个做主噻，个做东窑，你很操力的都。是。为一个嘛是那个铁口的本证明本东窑，这个嘛是那个大虎王，个大把好个吹的个啥。首长，你不要骂人啊！懂吧？你为什么要骂人啊？我给那件么人呢？我就打厉害。我也害是干也害不干。我打个你还没有吹你个死了，这个么个呀？原来如此。介绍的多，伤我不熟啊！
我做东药已经笑眯眯对我看，我帮做东药。你自家动眼面子找帮眼，我不是那个适配啊！你说这对我们看教？是啊。这种要谁问我这样？问我那是姓啥介绍？我说我们姓到对面的走，屋里向房，第四节到走到四个。哦。做东药一听嘛，是那个人不好，姓了名不对，那个人但是动作不。说这个我们几个药啊本。什么药啊？俺们要啥药啊？然后做东药打我们几个药啊，见米粒用。米粒功。你见米粒功药，我们知道要少去耍米粒功，那么知道要当告示者，就是你们米马鱼仔、地马鱼仔，供那个一代不用三用四吃不不仔。米粒功。我见米粒功呀。啥人喊我米粒功，我顶恶心。我是见你米粒功。别我米粒功啊！这个手老人家真的理解的，孩子的米粒功为好我呢。一个位置想想，你刚刚去不够，当面了骂我三门，那么呢哈，心情就开心。听闻受教，你家中呢与之为邻僧呐？白玉啊，你那个真哪能够厉害了？怎样？方才我们真心现在领证，领证啥意思我不懂啊。孩子与神家客套们，谁叫领证？你是带人家考去接领证啊？是呀。我比方说，我屋里向一个儿子，我带人家考来，我讲我屋里向给个领证。对呀。是为领证呐。跟我带来考来了。我们那是，我屋里向给5个领证。5个领证。给5个领证的。到5领证是不良心的呀，3次动力不帮我用的。跟2领证为的女班子，今朝把5月分出来的。3领证了学堂里向读书，学也老的呀。4领证是刚刚为的冒水路了，个5领证是摆了水里向吃闹闹嘞。为领证。我给5个领证啊。哎呀，我也满意啊。我还到你配对喽。你姓啥叫啥叫？这个嘛，娘，你姓这个叫娘。我不能对你说姓唐官，说是姓子唐，你口猜大家想出来过。一周年的没有子，让我们姓地方，唐吃在吃里上比米的么是第一个哟。对，说问侬嘛，姓地。地下公。不地下公啊，我要问问你嘞。你屋里也该几个领证啊？我一讲都没有的呀。一讲不讲？是呀。我屋里向多给个领证呀，费啥子？我带蛮大气的呢。我个小领证，手指不能收那个大领证。你要背对我就不娘。我不肯不呢。我几句说，都是带个子。喂，都是了，大一步，写字了，与你哪里有？来了。口虚呀。带谁？想大嘴之上的神，我一个都不认识的呀。地下公啊，都是老年人一家不认得个。大嘴之上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的。你还是老发痴啊？都是老一个人也不认得嘛，你来喊我这小人跟了背呢？我不能为你说呀，为着吹响哟。那么哪背你吹响讲不难听，是我随便哪不说得的。一周年的么有子，让我弄吹响2个字点他里吧。对。玉帝公，实不相瞒，我在红曲山播音地上嘛，遇见一位美人。一个美人啊！是呀。美人嘛，是一个别致的女人吧？都是他的。对呀。哪家？他与我履行一相。谁见这位美人呐？虽在大罪之上，故而我将你罪给这大罪呀。写得在。这家看得后毛淋淋的。怎样啊？地下公啊，这豆乳的少男伙计。不知晓。不晓得。豆乳爷，你们写入跟一牛。对呀。豆乳爷是你们写入跟谁牛啊？错啊。豆乳爷你们写入跟一牛啊？是啊。人中
总归1两万。1两半年。啊，比你个。比你的。不贵呀，不贵。那个来句。啊？不句么是不句啊？那个门槛太紧着喂，我简单，我比也说他个。我不里想为5个零真的嘞。啊，那我5个零真去吃西不风啊？两边带自个不晓得得烧然后黑龙带爷啊，别带不爷啊，不看爷子，50把握，和你商量商量吧。啊，书记啊，哎，不爷了，你要一天我这里1两半年，你可要非呀？哎，我做证啊，你天亮？是呀，这是也10两子嘞。对呀，这是我爷那个半年的样子。爷了。大把后2张眼睛，在一拉顶来都是口子。崔香，你出来呀？你出来嘛，我可以跟你把对子呀。等子一歇，不出来，一起得来。外公的来带个手郎人看看嘛。哎，爷了。哎，但是呀，老子，去年我的文征明做主赛，还手里了打电视做主赛，这里唱2只3公。哦，你的3公倒是唱得呱呱叫的。该不是这个，我现在关在里来唱3公。阿姨说春香一旦出来听3公嘛，我可以得你把对子啊。对个。啊，书记呀！哎，第3个。问的你为高唱红歌。是外公啊，我只会唱3公，然后唱红公就。山上唱歌不叫山歌，后面上唱歌是叫红歌啊。哦，一分当该。是啊。我在那时间讲起来嘛，中的唱上去啥叫？运歌。中的呢？农歌。我有分当该。是呀。哦，要在那时间说起来是大同师傅唱不像叫动歌。大叔我唱叫苏狗，连四娘娘唱不像叫死狗，放屁狗。啊，呀对。我只会唱3狗啊。3狗是3狗，唱几阵，上相公听这么一听。要听3狗啊？是呀。还得是蛮好。不记得不唱了。爷爷看着光子。你唱一阵，我给你1两半银口好啊！唱一支3狗不过1两银子。是啊，这是我也唱给个中山一。哎，各位，唱一支3狗1两银子，哎呦，看上去欠账来哇。是啊，我账记了头面的是不来吧？不放不，祷告做生意老实。记账一该到那我落雨天披了身上像一手。我唱一支3狗。你那手艺上对一根手艺妈妈数1两银子啊！看啦，他给他围着狗指头呢，你抱着这狗指头里向，哎，兄弟们站手，唱啊！唱啊！哎，唱啊！父母呢生活3月份唱这副抓来是，那么我来唱这个啊！喉咙气特张奶子呀！哎呀，你快去唱啊！你别打断我吧，李相公啊！第一首3狗们单内呼吸，哎，你听下子啊！我唱孤影的浪漫，看见一个小舞队，我看见个吹响喂。新狗郎，里拉多个背啊一对，我是给他吹响背喂。对呀。因为后上力拉不比不能开三叫你们打字谁了？这是个飞飞个响。这从此分开啊！拥有那般里那个头。放屁！是的。放你的狗屁！那为什么不能捧对呀？不反对这样的。哎，我也捧对的呀。哪办的呀？一定要捧对的。哪办的谁办的呀？哎，这从此分开啊！立刻谁办里那个头。
书家，这是公唱得好，唱得好个？好听。我写得还挺good。你再唱啊！哎，我记得弄进班很毛人怪第一个那的。一个慢慢毛从对指的屋里下一动。哎呦，你俩子，山东的饭呢容易呀，没容易给个两岁呢。哎，来替我来帮忙呢，那个风也大啊，你弄银子吃了屋里下去的。哎呦，一两子，我再唱了。你唱啊！哎，再唱这三个么别人呢？这三个上啊！哦，唱的是都人的叫你把这个博人了。杜明老爷都人不能博人的呀！是呀。哎，那种都人了。我是都人。哎，我们来听下子啊！家山的嘛，凄凉在，想叫你个房门不肯开。为什么啊？老爷气在，啊，哥哥想叫你出入，让哭呀。哎，哥哥想叫你失去最拿块水泡，我了水里了都靠眼里。是的，龙啊，你今朝妻子啊，也几时来？这个狼的怎样啊？哥哥老婆人呀，哦，床上的谁要杀气？哎，个狼似的，带灯针啊，梅花泥啊，花三个大花四个两尾五个十六，那么虚呀香。带灯那么笼啊里个红花向我开。哎，没来，你唱错了。哪唱错了？红花是向内开的，怎样向外开呢？哎，要向我开嘛，你不来的呀。这红花箱子我开了来，你不来？他不回来了啊！不认了呀！哎呀，书记啊！哎，这山歌不好听，不好听啊！不好听！啊是的呀！不是的。我们那边也是一包唱吧，根本没哪年。哎，我们也听都行的呀。你听都行了嘛？是呀。你都不行了。这你不是乖，你听呀子啊！天亮在，谁叫你个房门不肯开？哎，哥哥，谁叫你个把我楼顶亮起来？我了水里了都靠眼里。是的，龙啊，你今朝妻子啊，也几时来？这个狼的怎样啊？这个狼都人在。哎，这说的哈了浪可以啊！哎，你听下子哦，个狼似的，带灯针啊，梅花泥啊，花三个大花四个两尾五啊，十六龙啊，红花青啊，红青，那么非要千机我无带灯那么带鬼飘香，我为主来。啊，书记啊，哎。这个狼去得太久了，妻子不可得了。我也他咋谁回来？哦，一这就去。我与你相遇。大家商量。好啊！大家商量，总归还商量。那么我家里金啊里出来，我也在。哎，龙啊里出来，哎，鱼啊里出来，四啊里出来，我说叫不起在。低头担子就说今天我打，我三着我在手头上来着，那个打头粉饼了，杆子了随便呀，也随便弄弄呀，岸浪向点一点，当心啊，别在楼底下去。对的。来，头粉挪到水里吃个饼，忙着岸浪向腾一点。哦哟，那是另个噻，哈哈哈！今朝我地上一只海山哟。
往正手地浪下一走，两个眼睛冰了大手了老口，口子一吸，眼睛在收着。这个两个人毛毛红米浪下的风筝吧，对。各位来宾，各位听众，今朝这个一场呢，是台市名家徐云芝手痛流派艺术33个专场。徐云芝老先生为了平台事业，贡献了你毕生的精力，热血大创意，四人一派。特别是你唱这个流派唱腔旋律，更是风靡江南。那今朝5只节目呢，侪是上片台视33个精彩线头。除了主要演唱的节目就是33，所以今朝这个一场演出呢，是对徐云芝老先生最好的纪念。对听众来讲呢，旧梦重温是一次艺术享受。好，我不多讲着，要拿宝贵的时间留给那听众欣赏节目。第一个节目是最近与苏州市平台头的沈中华、常小云演唱。好门才子打不好啊！让苏州后区赛观音地了，把着无锡龙定镇河乡府里向老太太身边的屋头呀，叫翠香，介绍翠香可见当人的，对这样一对，两意一起，对里微微一笑，哎，哈哈。美人与我一笑旅行，当然开心啊！像翠香对我多情嘞，倒是翠香现在跟着老太太我投入，也为主呼吸龙定镇，当不好也急的了，让我太边浪了。上衣裳一撩，再吹响多少手？不晓得今朝是什么风呀？搿只手开得来得个快，悠悠就只听见一旁芦声，呜呜呜呜啊！我不是很长听，又唱穷。你们为什么今这夜吹声？风向大草，东风不雨，虽然比举子东风问我龙来听。当你商量商量，可能给吹住了风，吊住了风，将手送到家中。搿
那么输送到我屋里面的汉语，我是汉语吹不了下风。那么我还去办对吹响子，衣裳撩一撩起，他是凉意。大步西北追，追过来嘛！哎呀，做啥呢？那些西北路不通，说是这口气前面各开一条气哟。大人家那辈你，那不能得吃下把对子问，对后面落下一口嘛。嘿，后当中遇着血手了嘿，但不是这个，我关着个他血手跟那斗手的背吧。对，所以这个喉咙了嘿，啊，守家公来，守家公来呀！隔壁后当中啊，定下一只八头肉，今朝这个生意嘛请不够，听见有人了嘿。哎呦，我生意来着，那是你呀打稿子，还是包头家？是呀。哦，来这，哎呀，来起来嘛，慢腾腾，哎呀，那是个美的家，手家，快些呀，过来呀！我比外头生意叫快，对吧？现在在确实，刚才这时也得慢腾腾过来呀。现在有的快了，这张手头过来嘛，手头要上到崩后浪向去了。等忙着手头浪下一片，开始。办着就说了，临时我就喊我开始啊，你不是明白喊我开单说呢？我去讲。哎呀，我就反胃了，我心特绝，忘记特着我。书家，对，你空人开句，随便一只大嘴。哟，这故事啊！是啊，是的啊。你与我最给这只大嘴呀！哦，写得在，干嘛朋友啊？昨日打来刚刚搞的过，多少手笔呀？他的几户叫，平常报的啊，只有3个东西，今朝投入顺风炒个蹦起火快得来。嘿，我太多的，靠一个一日在松水树起里面70个动的，你不敢讲呀？给我们的太一日，你差为5吨本我叫，为高5分1斤米光叫，想不想？切一只嘴头，嘿嘿，玩呀！再看我这位，莫比1两分银，1两，1两银子，1两银子，莫比你当然外地少说不举于大理的呀，搿只动手带路当我也不晓得，动手也一日，写手跟一日，动手也10日么写手跟10日，动手也1年么写手也跟1年的了哟。这个也写么是不举着哇？啊，手老娘弄错的呀，1两银子啊，呵呵，1两银子跑个都是我出山出水地走来，大家在弄走呀。这半月来2位个，真讲啊！爸爸。谁杀？
风姐姐呀，你是生于千里名女啊，吹响官发官黑公。有为官，我必用金星水口司令龙，你的发明在于几岁兄。口气大如浪啊，如果蹦的吵起来，哎，个蓝天哟啊，你那不帮帮我个忙啊？呀，你是生于千里名女啊，吹响官发官黑公。有为官，我必用金星水口司令龙，你的发明在于几岁兄。这口气大如浪啊，如果蹦的吵起来，哎，个蓝天哟啊，你那不帮帮我个忙啊？我不是很长天又长穷，你们为什么今这夜催生？风下大草，东风不雨，虽然比举子东风分我龙。来听啊，大家商量商量，可能给吹住了风，吊住了风，将书送到家中。那么书送到我屋里面的喊你，我是汉语吹不了下风。那么我还去办对吹响子，衣裳撩一撩起，他是撩衣，大步随笔追，追过来嘛，哎呀，做啥呢？那些起笔路不通，说是。这口气前面各开一条气哟！答应在那陪你，那不能得吹下把对子问，对后面落下一口嘛？嘿，后当中遇着小手了嘿，但不是这个，我关着个他小手跟那头手的背吧，嘿，所以这个喉咙了嘿，啊，是家公嘞，是家公嘞呀！隔壁后当中啊，定下一只八头兽，今朝这个生意嘛请不够，听见有人了嘿，哎呦，我生意来着，那是你呀搭高子，还是八头就。
各位来宾，各位听众，今朝这个一场呢，是台市名家徐云芝手痛流派艺术33个周场。徐云芝老先生为了平台事业，贡献了你毕生的精力，热血弹唱演，四人一派。特别是你唱这个流派唱腔旋律，更是风靡江南。那今朝5只节目呢，侪是上片台视33个精彩线头。除了主要演唱的节目就是33，所以今朝这个一场演出呢，是对徐云芝老先生最后的纪念。对听众来讲呢，旧梦重温是一次艺术享受。好，我不多讲着，要拿宝贵的时间留给那听众欣赏节目。第一只节目是最最与苏州市平台头的沈中华上下云演唱。豪门才子大不好啊！让苏州后区赛观音的了，打着无锡龙亭镇河乡府里向老太太身边的屋头啊，叫翠香，介绍翠香可见当人的，对这个一对，两人一起，对里微微一笑，哎，哈哈。美人与我一笑旅行，当然开心啊！像翠香对我都行嘞，倒是翠香现在跟着老太太我投入，一回走无锡龙亭镇，当不好也急个了，让我台边上的。上衣裳一撩，再吹响多少手？不晓得今朝是顺风呀，搿只手开得来得个快，悠悠叫只听见一旁楼声，呜呜呜呜，爸爸。介绍的多，生我个肉啊！我做豆芽已经鲜咪咪带我口。我帮做豆芽，你自家动眼你自己帮眼，我是那个食配啊！你说再带我口嚼。是啊。知道要谁问我这样？问我那是姓啥介绍？我说我们姓豆，对面的走，不理想房，第四家豆走豆四个。哦。做豆芽一听嘛，是那个人不好，姓了名不对，那个人但是豆走不。说这个，我们几个要本。什么药？哪门要烧药啊？然后知道要打我们几个药啊，见米粒用。米粒公。你见米粒用药，我们知道要烧就烧米粒公。那么知道要当告是这样，就是你们米马与贼，地马与贼，共那个一代的用三用四，吃不无贼。米粒公。我见米粒公呀。啥人喊我米粒公？我顶恶心，我去见你米粒公。两个米粒公啊！这个手老人家真的理解的，孩子的米粒公为了考我呢。一个位置想想，你刚刚区不够，当面了骂我三门，
咁么呢哈，心情就开心。听闻守家，哎那，你家中呢有几位领僧呐？哎，白玉啊，你打个针啊，能够厉害了。怎样？方才我们真心现在领证，领证啥意思我不懂啊。孩子与神家客堂们谁叫领证？哦，儿子带人家考去接领证啊？是呀。我比方说，我屋里向有个儿子，我带人家考来，我讲我屋里向给个领证。对呀。哦。几位领证呐？跟我带来考来了。啊。不瞒你说，我屋里向给5个领证。5个领证。哎，给5个领证的。哎。大领证是不良心的呀，3次动力不给我用的。跟2领证还得女班噻，今朝把5日分出来的。3领证了学堂里向读书，学习也老的呀。4领证是刚刚会得冒水路了，个5领证是摆了水里向吃闹闹嘞。为领证。我给5个领证啊。哎呀，我也满意啊。我还得你配的喽。你姓啥叫啥叫？这公呢？啊，娘娘。你姓这个叫娘娘。我不能对你说姓大过，说是姓子大，你口猜得也想出来过。一周年的没有子，让我们姓地方，大吃在吃里上比米的，们是第一个哟。对，说问侬呢，姓地。哦，地下公。不地下公啊，我要问问你嘞。你屋里也该几个领证啊？我一公都没有的呀。也干不干？是呀。哦哟，我屋里向多给个领证呀，费啥噻？我单买斗气的呢。哎，我个小领证，手指不能收那个斗领证。你要背对我就不念。哎呀，我不肯不呢。哦哟，我几句说，都是带个噻。喂，都是了，大一步，写字了，与你哪里有？来了。空口虚虚呀。带走。像大嘴之上的神，我一个都不认识的呀。地下公啊，都是老年人一家不认得个。大嘴之上我一个人都不认。是呀。哦，来这。哎呀，来起来嘛。慢腾腾。那是个美个叫。手脚，快些呀，过来呀！我比外头生意叫快点吧，现在在确实，刚才这时也得慢腾腾过来呀。现在有的快了，这张手头过来嘛，手头要上到崩后浪向去了。忙着手头浪向一片，开手。半个就说了，林师傅就喊我开手啊，你不是明白喊我开单说哪？我去讲。我进房外了，我心特绝，毛子特走啊！守家，对，你空人开机随便一只大嘴。哟，这故事啊！是啊，是的呀。你与我最给这只大嘴呀！哦，写得在，干嘛朋友啊？终于到你刚刚高的关，多少手臂呀？他的几乎叫。平常八度啊，只有3个洞的，今朝投入顺风草个蹦起火快得来，我太多的，靠一个一人在松树树起里面70个洞的，你不敢讲呀？比我们的太一人，你差，为5本不我要，为高5本一记耳光叫，想不想？切一只舌头，玩呀，这个样子吧？我比1两分1两，1两银子，1两银子，我比你的比不贵。当然外地啥时不举玉带里的呀？搿只豆肉带路当我也不晓得，豆肉也一年，鲜肉跟一年，豆肉也10年么鲜肉跟10年，豆肉也1年么鲜肉也跟1年的了哟。这个一些么是不举着哇？手老娘弄错的呀，1两银子啊，呵呵，1两银子跑个都是我出山出水地走来，大家在弄走呀。这半月来2位个。真的。哎，我上次我带手头上来着，那个打土粉饼了，杆子了随便呀，也随便弄样，牛浪向滴一滴，当心啊，别滴楼里向去。对的。来，土粉挪到水里吃个饼，忙着
我浪向腾一点，哦哟，那是另个噻，哈哈哈！今朝我追上一只海山鱼。手提浪向一走，两只眼睛冰了大手了老口，口子一吸，眼睛在收着。这个，两个来毛毛红米浪向的风筝吧，对。不懂的，手家，我乃是本你姓什么啊？姓啥么姓啥，大少吃口那种的。你们什么都了吃口了，你自个不懂的，姓什么啊？我姓啥？我在讲对不对？听听了，我姓么姓豆，对面一个周，大地士，叫豆周豆四布。哦，这个名字也大着。哦，不问的是，我为个丫来。什么丫哇？再来讲啊，那边看不起这只小肉啊！哦，我这只小肉啥子出些个风流的？就你知道了，山上我们的箱子夹得嘞。在下龙洲衙门多么豆肉不肉，孩子你这种小肉，对死汤子不想吃皮肉。就你知道那有几个衙门吧？你不啥人的？哪几位呀？一个嘛是了范章人。个做主山，个做东窑，你很长哩的多。是。还有一个嘛是那个天口的本证明本东窑，这个嘛是那个大虎屋，个大八虎个吹的个啥？首长，你不要骂人啊！懂吧？你为什么要骂人啊？我给那件木人呢，我就打。